牧師。那我們將時間恭敬交給牧師。我哋好開心咧，能夠可以透過呢個嘅全福會啦，呢個加拿大嘅雙人團契同大家見面嚇。我們很開心可以透過這個全福會這個加拿大的雙人團契和大家見面。有個少少嘅溫馨提醒啦。有一個小小的溫馨提醒。咁如果你可以開咗你嘅視頻咧，會更好喎。如果你可以開了你的視頻的話，會更好。有好多好處噶嚇。有很多的好處。第一就可以幫助你自己專心嚇。第一可以幫助你自己專心。第二咧，你可以又幫助其他人專心。第二你可以幫助其他人專心。咁咧就亦都可以喺神嘅道裏邊咧，你更加容易吸收。你可以在神嘅道理你更加容易的吸收。因為喺屋企咧有好多唔同嘅枝枝節節嘅細事要處理嘅時候咧，因為在家裏有很多枝枝節節的小事要處理的時候呢，好容易影響我哋喺聽道裏邊吸收神嘅話語嘅。很容易影響我們在聽道當中吸收神嘅話語。咁咧你又開咗個視頻咧，讓我哋彼此認識嚇。你開咗視頻，讓我們彼此認識。因為我哋來自咧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因為我們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有人喺朝頭早，有人喺晚上，係咪？有人是早上，有人是晚上。你都來自唔同嘅教會。你都來自不同的教會。但係我哋都係同信一位主啦。但我們都是同信一位主。我哋感謝神喺即係2025年嘅年底能夠同大家見面，一同分享神嘅話語。我們感謝神在2025年的年底能夠和大家一同見面，分享神的話語。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嘅即係主題就話以德與未得之地嘅功課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以德和未得之地的功課。咁咧就請同工同我哋將呢個嘅 PowerPoint 咧打出嚟嚇。請同工將我們的 PowerPoint 打出來。咁咧就喺第一章嘅裏邊嚇，第一章嚇嗰個嘅，在第一章裡面最先嚇，未最先第一章係啦。呢一度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話，來自呢一個嘅即係約書亞記13章第1節噶。這裡我們看到約書亞記的13章1節。咁呢度提到以德與未得之地的功課。這裡提到以德與未得之地的功課。究竟有啲咩嘢功課我哋可以學習啦？究竟有什麼功課我們可以學習呢？我哋咧讀一讀呢節嘅聖經，好短嘅啫嚇。我們讀一讀這節聖經很短。咁咧就我哋讀嗰陣時諗下，如果呢句説話係神對你講嘅時候啊，我們讀咗想一下，如果這句話是神對你說的時候，你有咩感覺，有咩感受嚇？你有什麼感覺，有什麼感受呢？好，我哋一齊讀一讀你閂咗個咪咧，可以開口讀神嘅話咯噃。請你關了麥，我們一起開口讀神的話。佢話約書亞年紀老邁，耶和華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還有許多未得之地。耶和華年紀老邁，約書亞年紀老邁，耶和華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還有許多未得之地。弟兄姊妹我就將兩次講到年紀老邁咧，用咧黃色字反紅嘅字咧，就同大家分享嚇。弟兄姊妹，我將兩次的年紀老邁就 highlight 起來和大家說。剛才咧即係主席弟兄 Samuel 咧，就同我哋分享咗我哋好多都係年紀老邁喎。剛才主席 Samuel 弟兄就和我們分享說，很多我們都是年紀老邁了。但係我哋咧或許咧外邊係老，但係裏邊好活潑嘅好年輕嘅但我們雖然外面老，但我們裡面是很活潑、很年輕的。但係盼望透過呢句說話咧，俾我哋努力嘅喺今日裏邊咧係為主作工怕我們在這句話裡面努力的在今日為主做工。我哋先低頭做一個禱告我們先低頭做個禱告。創造宇宙萬有嘅真神，我哋敬拜讚美你。創造宇宙萬有的真神，我們敬拜讚美你。喺你裏邊冇轉動嘅影兒，在你裡面沒有轉動的影兒，因為你係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一樣嘅。因為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一樣的。而且你係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嘅全能者。而且你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我哋為到每一個弟兄姊妹向你獻上感恩敬拜。我們為到每個弟兄姊妹向你獻上感恩敬拜。我哋嚟自唔同嘅國家或者唔同嘅城市。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或者不同的城市。但係我哋都係同信一位主。但我們都是同信一位主。天父，你係超乎我哋眾人之上嘅。天父，你是超乎我們眾人之上的。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係冠乎我哋眾人之中嘅。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是冠乎我們眾人之中的。親愛嘅聖靈，你係住喺我哋眾人之內嘅。
親愛的聖靈，你是住在我們眾人之內的。我哋都係一信一主一洗一神。我們都是一主一信一洗一神。讓我哋喺你嘅聖經嘅話語當中能夠滿有領受得着。讓我們在你聖經話語當中能夠滿有領受得着。讓我哋得着之後能夠實踐應用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我們得着之後能夠實踐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哋感謝你昔日你同約書亞所講嘅呢句說話。我們感謝你昔日你和約書亞所講的這句話。我哋今日都知道你同樣同我哋每一個人說話。我們今日都知道你同樣和每一個人說話。無論我哋喺人生階段係年輕年長任何一個嘅領域，無論我們在人生階段，無論是年輕年長任何一個領域，你都會賜福使用。你都會賜福使用。求你將以下嘅時間分別為聖。求你將以下的時間分別為聖，讓到每一個弟兄姊妹來自世界唔同各地嘅，讓每個弟兄姊妹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都能夠可以被你賜福使用，都能夠被你賜福使用。感謝讚美主，感謝讚美主。求你垂聽我哋嘅交託禱告，請你垂聽我們的交託禱告，奉靠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奉靠我們救主耶穌基督聖名。Amen。阿門。好嗱，我哋睇睇咧呢一句嘅聖經對我哋有啲咩嘅提醒或者啟示啊？我們看看這句聖經對我們有什麼提醒或者啟示？嗱，當你讀呢句嘅聖經嘅時候，究竟約書亞喺佢嘅人生裏邊為主做咗啲乜嘢啦？當你讀這句聖經嘅時候，究竟約書亞在他人生當中為主做了什麼呢？嗱，以下咧我哋先睇下佢嗰啲以德之地吓。以下我們先看看他那些以德之地。因為咧喺第19章啊，第12章第9到24節呢一小段吓。因為12章9到24節這一小段，我哋睇到咧就約書亞打生打死，咁咧就將31個王咧去擊敗去殺戮吓。我們看到約書亞打生打死，就將31個王去擊敗殺戮。嗱，咁你數一數啊吓。那你數一下。因為咧當我初信嘅時候啊，第一次我記得啊，第一次去讀呢一段嘅內容嘅時候啊，我記得當我初信嘅時候，第一次去讀這段內容嘅時候，我真係數一數喎，因為咧最尾嗰句佢話約書亞打敗咗咧即係共計有31個王啊。我真的去數了一下，因為最後一句說約書亞打敗了共計31個王。於是咧我由第9節一路數落去吓。於是我從第9節一路數下去。咁咧就一個一個，呢度真係一個一個吓。那這裡真的一個一個的。咁咧就你可以一路睇落去，一個一個數到最尾有幾多個，好唔好？你可以一路看下去，一路數下去，看最後是多少個，好嗎？喺呢段經文當中咧，我唔夠時間逐個同你數吓。在這個經文當中，我不夠時間逐個和你數。一行大概有2個啦，你數落去啦吓。一行大概是有2個，你數下去。好啦，咁咧到第2章咯噃吓。那到第2章，由第16至17節一路至到第24節吓。有16節、17節一直到14節。24節最尾佢話，最尾嗰個係得撒王共計31個王吓。那24節最後一個是得撒王共計31個王。31個王咧冇多冇少，啱啱係31個。31個王不多不少，剛好是31個。所以呢個嘅戰績都可謂話彪炳嘅吓。所以這個戰績可以說是彪炳的。咁俾個地圖你睇睇咧，究竟31個王喺邊度咧？咁吓。那給你一個地圖看看，究竟31個王在哪裡？希望大家咧就係對以色列嘅嗰個嘅地圖有好簡單嘅了解吓。那希望大家對以色列嘅地圖有很簡單的了解。咁咧就將河東河西分開佢吓。將河東河西分開它。呢個就係約旦河咧東邊咧就係你嘅右手邊吓。這個是約旦河東面，就是你的右手邊。左邊咧就係你嘅即係嗰個31個王嘅地方吓。那左邊就是31個王嘅地方。弟兄姊妹，呢度有2個海吓。弟兄姊妹，這裡有2個海，一個叫做加利利海，一個叫做咧死海鹽海吓。一個叫加利利海，一個叫死海鹽海。弟兄姊妹，我未進落去之前咧，你想做邊個海吓？弟兄姊妹，我未進入之前，你想做哪個海呢？咁加利利海嗰個嘅面積好細嘅啫吓。那加利利海嘅面積很小。有時咧形容呢個地方叫加利利湖啊。有時候形容這個地方叫加利利湖。但係呢一個嘅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咧，係供應即係成個以色列嘅淡水嗰個嘅需要啊。
但這個加利利海、加利利湖是供應整個以色列他們淡水的需要。嗱，咁咧佢有出有入嚇。它有出有入。聽清楚弟兄姊妹嚇。聽清楚弟兄姊妹。呢個有出有入嘅海咧，咁啊成為活水嚇，咁啊幫助好多人有活命嚇。那這個有出有入的海成為活水，幫助很多人活命。我哋每一個人都要有出有入嚇，有入有出嚇。我們每個人要有出有入，有入有出。如果你有淨係得入冇出咧，好辛苦㗎嚇。如果你只入沒出的話，很辛苦。咁咧就有出有入咧，就能夠可以我哋個人又健康整體咧喺呢個加利利海裏邊又讓好多人得福嚇。當我們有出有入的話，我們個人有健康，整個在加利利海裡就得福。但係呢個嘅下邊咧南部呢個死海咧，但下面這個南部的死海呢，又好大嘅嚇，又很大。但係咧你跌咗落去都浸唔死嘅嚇。但你摔下去掉進去淹不死，因為鹽分太高啊嚇。因為鹽分太高了。咁咧就寸草不生喎。寸草不生。弟兄姊妹，我哋一定要做咧即係有入有出的基督徒嚇。弟兄姊妹，我們一定要做有入有出的基督徒。你睇呢個地圖嘅時候，我哋睇到有兩個人物神係用嘅。你看到這個地圖的時候，我們看到有兩個人物神是用的。喺你嘅東約旦河東咧，就係神用摩西喺約旦河東打敗兩個最厲害嘅王啊！在約旦河東的話，神用摩西打敗兩個約旦河東最厲害的王。一個叫亞摩利王西宏啊，一個叫亞摩利王西宏，另外一個叫巴山王噩啊，一個叫巴山王噩。呢兩個王咧就喺約旦河東咧，就全個地域係佢哋兩個控制嘅。這兩個就在約旦河東，整個地域是這兩個控制的。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嘅時候啊，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時候，最厲害嘅兩個王，佔地最大嘅兩個王，首先被摩西剿滅。最厲害的兩個王，佔地最大的兩個王，首先被摩西剿滅。然後嗰個嘅全個地方咧，就俾咗咧加德亞設馬拿西兩個半支派，就喺河東之地嗰度啦。那整個地方就在加德亞設馬拿西兩個半支派，他們在河東。咁咧就其次咧就進入去迦南地啦。其次就進到迦南地。摩西之後咧就交俾約書亞摩西之後就交給約書亞。頭先我哋讀31個王咧，都會喺約旦河西31個地方唔同嘅王啊。之前我們說31個王在約旦河西31個不同的王。咁被約書亞全部剿滅。被約書亞全部剿滅。好，咁我哋睇到就係話打敗咗31個王，攞咗咁多地方，係咪有好多豐功偉績、戰績彪炳呢？我們看到打敗31個王這麼多的地方，那是不是有很多的豐功偉績、戰績彪炳呢？當然係啊，當然是。但係問題就話，如果你將呢個地圖一放大嘅時候咧，你就睇到真係變得好細嚇。但問題是，如果你把這個地圖放大的話，你就看到就變得很小。我又冇時間將啲地圖咧又縮大又放小，又即係咁樣整來整去啦，唔夠時間嚇。我沒夠時間把這地圖放大縮小，弄來弄去的。同大家講，要和大家講，喺你嘅人生裏邊，我相信你為主做得唔少嘢㗎嚇。但你人生當中，我相信你為主做了不少的事。但係你成日都睇住自己做咗好多豐功偉績嘅時候咧，但你常常看着自己做了很多的豐功偉績之後呢，你會忘記咗神要你去做嘅其他更加多、更加重要嘅事喎。你會忘記神要你做的其他更加多、更加重要的事。好，我哋試下睇翻下一節咧，就係話耶和華對神講2次佢年紀老邁啊嚇。我看到下一節耶和華對神說2次的年紀老邁。咁咧就究竟佢有幾老咧嚇？有幾老邁咧？究竟他有多老邁呢？頭先 Samuel 弟兄話 very old 啊，真係好老嘅咁嚇。那之前 Samuel 弟兄說，這裡寫的 very old 是非常的老。咁咧就聖經咧就未提到佢話究竟有幾老咧咁。那聖經沒有提到他究竟有多老。以下我同你分析一下，大概推敲、推想、推算約書亞而家幾多歲啊？那我和你分析一下，那大概推敲推算約書亞現在多少歲？我哋記得咧入迦南地啊，20歲以上60萬以上嘅男丁，只係得2個可以入迦南地嚇。我們記得進迦南地20歲以上的男丁，60萬的男丁，只有2個能進到迦南地。記住咯嚇，記住。
而呢兩個啊，迦勒同約書亞係12個探子裏邊嚇，2個探子係報喜訊嚇。而這12個裡面，迦勒和約書亞是2個探子報喜訊的。其他10個都係報惡訊嚇。其他10個報惡信。呢10個報惡訊嘅探子同埋嗰60萬以上20歲嘅男丁，全部死喺曠野。那這10個報惡信和60萬20歲以上的男丁就全部死在曠野。呢一個嘅警告係非常重嘅。這個警告是非常嚴重的。弟兄姊妹，我哋都要留意嚇。我們要留意。好啦，我哋計算一下，究竟約書亞而家有幾大咧嚇？我們計算一下，究竟約書亞現在多大呢？因為咧，我可以推算話，嗰12個探子年紀都差唔多嘅，應該嚇。那我們推算呢12個探子年齡都差不多，應該是。好啦，咁我哋睇到咧，聖經記載啊，即係迦勒呢位探子先嚇。那聖經先記載迦勒這個探子。佢話耶和華嘅僕人摩西從加底斯巴尼亞打發我窺探這地啊，那時我正40歲，按着心意回報他。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從加底斯巴尼亞打發我窺探這地，那時我正40歲，我按着心意回報他。然後第10節咯嚇，然後第10節，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所應許嘅使我存活這45年期間，以色列人在曠野看哪，現今我85歲了。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使我存活這45年期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看哪，現今我85歲了。然後迦勒繼續講，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一天，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啊？那迦勒繼續說，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征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如果你了解申命記嘅時候如果你了解申命記的時候，我哋睇到呢2個探子咧，都喺摩西旁邊咧，一路跟住摩西去爭戰打仗出入嘅。我們看到這2個探子是跟在摩西旁邊，一路跟着摩西去征戰打仗出入的。如果當時迦勒係40歲打咗45年嘅時候如果當時迦勒40歲打了45年的時候，所以約書亞咧，亦嗰個年紀應該由85歲到90歲咁上下。所以約書亞的年齡應該是85歲到90歲左右。即係話86、87、88咁上下啦就86、87、88這樣。咁真係年紀老邁咯嚇。那是年紀老邁了。但有一句説話，弟兄姊妹聽清楚嚇。那有句話，弟兄姊妹聽清楚。力量如何，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嚇。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講多2句嚇。我再多說2句。弟兄姊妹，我哋每一個人喺唔同嘅人生階段當中，神都要用你。弟兄姊妹，我們每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當中，神都要用你。男女老幼即係話年青年長年老嘅。男女老幼，年輕年老年長的。年青嗰啲唔好話自己我冇乜經驗。年輕的不要說我沒什麼經驗。咁年中嗰啲就我太忙要養家活兒。那中年的時候我太忙了要養家護兒。咁咧就年老嗰啲，我又趕住退休，又要照顧兒孫。年老的時候要趕着退休照顧兒孫。又或者話而家年紀老邁，行又冇力食飯又甩晒啲牙。他說我現在老了，走路都沒力氣，吃東西都咬牙了。眼又花，手又軟眼又花，手又軟。弟兄姊妹，我再講。弟兄姊妹，我再說。無論你喺乜嘢年紀無論你在什麼年齡，乜嘢嘅階段，什麼的階段，只要你願意，只要你願意，神一定有機會用你。神一定有機會用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記住呢個真理。記住這個真理。好啦，我哋再睇咧，約書亞一生嘅年日咧就係110歲。我們看約書亞一生嘅年日是110歲。因為喺約書亞記最尾個章裏邊提及因為在約書亞記的最後一章提及，佢話這些事以後耶和華嘅僕人嫩嘅兒子約書亞正110歲就死了。這些事以後耶和華的僕人嫩的兒子約書亞正110歲就死了。即係話
耶和華對約書亞講：你年紀老邁嘅時候咧，大概8、9、10歲，佢仲有20多年去被神用喎。那耶和華對約書亞說，他年紀老邁的時候，大概8、9、10歲，他還有20多年的時間被神用。聽得清楚嘛，弟兄姊妹？聽得清楚嗎，弟兄姊妹？嗱，所以咧，我哋應該點樣侍奉神呢？所以我們應該怎樣侍奉神呢？每一日早晨你起床嘅時候，你就應該感恩敬拜嚇。每日早晨你起床的時候就應該感恩敬拜。因為你仲有今日。因為你還有今天。我哋知道咧嚇，每一個嘅今日都有可能係最後一日。我們知道每個的今日都有可能是最後一日。呢個真理喺雅各書裏邊提及㗎嚇。這個真理在雅各書提及。我哋要把握每一個嘅今日，努力盡力拼盡老命去侍奉嚇。我們要把握每個的今日，努力盡力拼命的去侍奉。因為如果今日係最後一日，你仲會去做惡事壞事，做神所憎惡嘅事嗎？如果今天是最後一天的話，你還會去做惡事壞事，神所憎惡的事嗎？你應該將每一日嘅今日做晒所有全部應該要做嘅好事嚇。你應該在每個的今日去做全部所有的應該做的好事。聽得明嗎，弟兄姊妹？聽得明白嗎，弟兄姊妹？你唔好有時做好事，有時做壞事嚇。你不要有時做好事，有時做壞事。一日裏邊咧做23小時好人啊，做1個小時壞人啊。一天裏面做13小時的好人，做1個小時的壞人。聽得明嗎？聽得明白嗎？希望大家了解呢啲真理嚇。希望大家了解這些真理。如果你今日24個小時全部都做晒好事咧，咁聽日又點啊？如果你今天24小時全部做好事的話，那明天怎樣呢？明天係咪要休息可以做壞事啊？那明天是不是可以休息做壞事呢？當然唔係啦嚇。當然不是。但好多人咧去 vacation 嘅時候咧，教會又唔返啦嚇。那很多人他們去度假的時候，教會就不去了。樂不思蜀嚇。其實樂不思蜀。弟兄姊妹，我哋睇到唔好忘記神嚇。我們看到不要忘記神。好啦，我哋翻嚟睇第13章第1節，神同約書亞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啊。我們回來看13章的11節，神和約書亞講這句話的時候。我簡單同大家分享神所關注嘅，即係呢個事咧有嘅情況有5件嘅事情嚇。我簡單和大家講神所關鍵的情況有5件事。咁咧就神所關注乜嘢事嚇？神所關注的是什麼事？神覺得好感慨嚇，點樣感慨咧？神覺得很感慨，怎樣感慨呢？或者神嘅提醒嚇，或者神的提醒，或者係神係督促緊約書亞嚇，或者神督促約書亞，或者神又好體恤約書亞嚇，或者神很體恤約書亞。呢5個層面我哋好簡單去睇一睇。這5個層面我們很簡單的看一看。好啦，神所關注嘅係乜嘢咯？神所關注的是什麼呢？我哋喺彼得後書第3章第9節裏邊提及啊。我們在彼得後書的3章9節提及。如果喺呢度有聖經咧嚇，你一齊讀喎嚇。那這裡有聖經，你一起來讀。當你讀嘅時候咧，唔單止讀俾自己聽。當你讀的時候，不單只是讀給自己聽。如果屋企有家人親人嘅時候，你都大聲啲啊，讀俾佢哋聽嚇。家裡有家人親人時候，你都大聲點讀給他聽。一齊讀一讀咯嚇。一起來讀一下。主所應許嘅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啊！呢句説話講乜嘢呢？那這句話說什麼呢？弟兄姊妹，我哋睇到有好多人仍然喺呢個沉淪啊，會落地獄嗰個嘅邊緣當中嘅。弟兄姊妹，我們看到很多人是在沉淪會下地獄的邊緣當中。主嘅應許尚未成就，即係話主再來啊！呢一個嘅應許仲未出現喎嚇。主的應許尚未成就，就是主再來這個應許還沒有出現。換句話講，如果你係信主啊，即係少過5年或者少過10年嘅。換句話說，你信主少過5年或者少過10年嘅。如果主耶穌喺10年前翻咗嚟咧嚇，咁我哋未信耶穌咧就永遠沉淪啦。如果主在10年前回來，我們未信耶穌的就沉淪了。但係佢仲等緊，絕對唔係耽延嚇。但他還在等待，絕對不是耽延。係寬容我哋嚇。是寬容我們。咁你話，哎呀，我信咗主好多年啦，咁嚇。你說，哎呀，我信咗主很多年了。我再同你講嚇。我再和你講。
我知道好多基督徒，呢啲基督我知道，徒未信耶穌㗎嚇，我知道很多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未信耶穌的，但係好多嗰啲暫時相信頭腦嘅信、死嘅信嗰啲基督徒，以為自己係信咗耶穌嚇。很多暫時相信頭腦的信、死的信的基督徒以為自己是信耶穌的。嗱，呢啲都有經文俾大家㗎嚇。這些經文給大家。魔鬼呃嗰啲頭腦嘅信、死嘅信、暫時相信嗰啲基督徒啊。魔鬼騙那些頭腦信、死的信、暫時相信的基督徒。啊，佢話你冇問題㗎啦，死咗一定上天堂啊！他說你沒問題，死了一定上天堂。啊，弟兄姊妹，點樣先叫做真正相信耶穌啊？弟兄姊妹，什麼叫真正信耶穌呢？啊，最主要就係話處理罪惡啊。最主要是處理罪惡。啊，所以啊，真正信耶穌，口裏承認，心裏相信呢個信咧，有5個特色嚇。所以真正信耶穌，口裏承認，心裏相信，這個信有5個特色。嗱，請你每逢讀聖經讀到個信耶穌個信呢個字，就諗起呢5個特色，評估一下自己係咪真信耶穌啊。請你每逢信耶穌嘅時候，就讀到這個信字，就想象那個自己是不是真的信耶穌。第一，每日要擁抱聖經嚇。第一，每天要擁抱聖經。啊，每日去讀聖經啊。每天讀聖經。第二咧，要捉緊聖經嚇。要抓緊聖經。因為魔鬼嗰啲飛鳥會將你嘅道種攞走嘅。因為魔鬼那些飛鳥會將你的道種拿走。第三，你要順服聖經嚇。第三，你要順服聖經。第四，你要跟從聖經。第四，你要跟從聖經。第五，你要每日實踐出嚟嚇。第五，你要每日實踐出嚟。弟兄姊妹，評估一下我哋嘅生命係咪每日都係做緊呢啲事情啊？弟兄姊妹，評估一下我們的生命是不是每日都在做這些事呢？嗱，所以頭先主席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咧嚇。所以之前主席和我們分享的時候，哇，好多基督徒好忙啊，忙啊！很多基督徒很忙。大家知道啦，忙啊，一個好忙，第二個忙係忘記嘅忙，第三個忙係死亡嘅忙嚇。那第一個是很忙的忙碌的忙，第二個是忘記的忘，第三個是死亡的亡。啊，我哋廣東話就一樣音㗎嚇。那我們廣東話的音是一樣的。啊，咁啊就到最尾就滅亡嚇。那到最後就滅亡了。所以神仲未翻嚟，係讓嗰啲假嘅基督徒有機會回轉悔改。所以神還沒有回來，是讓那些假的基督徒有機會悔改。好啦，第二個神嘅感慨係乜嘢啦？那第二個神嘅感慨是什麼呢？佢話莊稼冇人收割啦。他說莊稼無人收割。嗱，弟兄姊妹睇清楚嚇。弟兄姊妹看清楚。主耶穌話咧，馬太福音第9章36到38節啦。主耶穌說，在馬太福音的9章36到38節，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啊，於是對門徒說，要收嘅莊稼多，作工嘅人少啊。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嘅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佢嘅莊稼啦。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他的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嗱，弟兄姊妹有冇睇到啊？弟兄姊妹有冇看到呢？你記唔記得我哋救世軍啊 Salvation Army 嗰個創辦人叫做 William Booth 啊？你記不記得我們的救世軍 Salvation Army 他們的創辦人叫 William Booth 啊？卜威廉將軍啊嚇？卜威廉將軍。啊，咁佢唔係真係打仗嗰啲將軍嚇。他不是真的打仗的將軍。因為佢即係發起呢一個救世軍呢個基督教嘅團體啊。因為他發起這個救世軍這個基督教的團體，真係好似用軍訓咁樣訓練栽培嘅弟兄姊妹㗎。真的就像軍訓這樣訓練栽培他的弟兄姊妹。佢有一次嘅異象當中啊，神俾佢睇到異象點樣開始救世軍嚇。他有一次在異象當中，神讓他看到這個異象怎樣開始救世軍。就係話，當佢喺異象當中變向一個海洋啊，喺海洋上邊好多人喺度浮浮沉沉啊。在異象當中，他看到在一個海洋上，很多人在海裡就浮浮沉沉。咁啊，當佢一路睇下嗰陣時，啲人就沉落去，一個沉落去，一個沉落去啊。當他看下去嘅時候，一路一個個就沉下去，沉下去。咁咧就冇人去救喎，但沒有人去救。咁突然之間咧，從天上咧有一個手伸落嚟咧，將海裏邊就快浸死嘅人咧，一個一個咁救上岸嚇。然後突然一個手從天上伸下來，將海裡快要沉下去嘅人一個個就救上來。咁咧就一路救一路救，咁但係海裏邊仍然有數唔盡咁多人啊。
但一路救到海裡面，仍然有數不盡的這麼多的人。咁咧就被救上岸嘅人啊，做乜嘢咧？那被救上岸的人做什麼呢？啊，咁佢哋咧就背向嗰個海嚇。他們就背向那個海。咁咧佢哋話敬拜讚美，哇，好開心，好開心嚇。他們說敬拜讚美很開心，很開心。但係完全忘記背後仍然有好多人喺遇溺嘅危險嘅情況當中。那仍然忘記很多人在背後，很多人都在將要沉溺的這樣的個危險當中。然後佢哋每日做好多嘢喎嚇。那他們每天做很多的事情。佢一擰轉變睇到得救嘅人喺岸上咧，每日好忙碌嚇。他看到得救的人在岸上，就每天很忙碌。啊，又買又賣又耕種又改造嚇，又嫁又娶嚇。又買又賣又耕種又改造又嫁又娶。嗱，今日忘記咗背後喺海裏邊遇溺嘅人啊。那忘記了背後在海裡面那些快要沉溺的人。嗱，所以卜維廉咧就睇到呢個異象，佢話：哎，我哋要興起嚟嚇，去為主得人啦。所以布威廉看到這個異象，說我們要興起來為主得人。嗱，所以呢啲莊稼你要知道嚇，如果冇人收割咧，就全部會係浪費死晒喺地上嘅。啊，這些莊稼你會知道，如果沒人收割的話，全部會浪費死在地上。嗱，所以每一個人嘅得救喺神嘅眼裏邊係非常重要嘅。所以每一個人得救在神的眼裡是非常重要的。再進一步嚇，第三方面神嘅提醒係乜嘢咧？再進一步，第三方面神提醒是什麼呢？以弗所書5章第16節啦。以弗所書的5章16節，好簡單好短喎嚇。很簡單很短，但係簡單同你講一講嚇。當然簡單的和你說一說。佢話要愛惜光陰，呢個係命令嚟㗎。他說要愛惜光陰，這個是命令。啊，呢個唔係鼓勵啊，唔係提議嚇。這個不是鼓勵，不是提議，係命令嚟㗎。是命令。你要做呢件事啊！你要做這件事，愛惜光陰啊！愛惜光陰。咁好多人話：哎呀，冇嘢做啊，要 kill time 啊，又會揾啲即係點樣去殺下時間咧咁啊！那很多人說沒事做就要消磨時間，想想怎麼去殺這些時間。嗱，弟兄姊妹留意嚇，弟兄姊妹留意，我哋每一個人啊，每日都有24小時。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有24小時。你留意下，無論你係努力作工，或者係即係懶懶閒閒、馬馬虎虎嚇。無論你是努力做工，還是懶懶閒閒、馬馬虎虎，24小時都過得好快嘅嚇。24小時都覺得很快。聖經講多一句喎，要愛惜光陰嘅原因，佢話因為現今嘅世代邪惡。聖經都說了一句要愛惜光陰的原因，是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啊，呢個係 evil 用呢個字啊。這個是用 evil 這個字。我哋睇到咧，邪惡就係話按住時間過去咧，魔鬼嘅工作係越嚟越厲害啊！我們看到邪惡就是按照時間，魔鬼的工作是越來越厲害。聽得明白嗎，弟兄姊妹？聽得明白嗎，弟兄姊妹？啊，我喺82年1月嘅時候去到加拿大啊。我在82年1月嘅時候去到加拿大。啊，即係80年初期嘅時候啊。就在80年初期嘅時候。無論我喺多倫多或者喺 Winnipeg 啊。無論我在多倫多或者 Winnipeg。嗱，禮拜日咧，我都見到喺街上好多人攞住聖經，着得好靚嘅，返教會嘅。禮拜天我看到很多人在街上拿着聖經，穿得很好的去教會。咁但係到83、84年嘅時候咧，但是到了83、84年嘅時候呢？嗱，我仲記得啦 ，Sears 呢間大公司咧，禮拜日開始開半日嚇。我記得 Sears 這個大的商場，它禮拜天就開始開半天了。啊，然後就好多喺周圍左右啲細公司咧，嗰啲嘅公司仔咧就慢慢跟住開啦嚇。那很多在周圍的那些小的公司就開始跟着開了。然後就返教會嘅人就越嚟越少啦。然後去教會的人就越來越少。嗱，弟兄姊妹留意啊！弟兄姊妹留意。現今嘅世代邪惡啊！現今的時代邪惡。你傳福音會遇到好大嘅困難嘅。你傳福音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嗱，我哋睇到現今仲有好多人會為主殉道嚇。我們看到現今很多人會為主殉道。但係我哋北美洲啊，美加兩國咧就好少人會為主殉道嘅嚇。但係北美洲美加兩國就很少人會為主殉道。但係魔鬼用煮青蛙或者係即係頭先提到安樂死啦嚇，好多人基督徒就死喺安樂死裏邊啦嚇。但魔鬼用溫水煮青蛙或者是安樂死，就很多人就死在安樂死裡面。嗱，弟兄姊妹留意嚇。弟兄姊妹留意。我哋嘅生命應該係為主而活。我們的生命要為主而活。魔鬼用緊好多邪惡嘅方法，花盡你嘅時間嚇。魔鬼用很多邪惡的方法，就花了你的時間。
你每日要睇連續劇啊、電視啊、電影啊、電玩啊咁啊你每天要看連續劇、電視、電影、電玩等等，電到你頭暈腦脹啊！電到你頭昏腦脹。然後最尾夜晚嘅時候，哎呀，我仲未讀聖經啊！然後到了晚上說我還沒讀聖經。到你想讀聖經嗰陣時候，已經筋疲力盡啦。當你想讀聖經嘅時候，已經筋疲力盡了。然後魔鬼話俾你聽：今日唔讀啊，聽日讀啦嚇。魔鬼告訴你說：今天不讀，明天讀。結果日日都係咁忙啊！結果每天都咁忙。每日都有好精彩嘅連續劇啊，要追嘅嚇。每天有很精彩嘅連續劇要追。結果就係慢慢就遠離神啊！結果慢慢的就遠離神了。然後魔鬼繼續同你講：你信神噶，冇問題噶。然後魔鬼繼續和你說：你信神都沒有問題。你已經講咗話信耶穌噶啦，你已經說了信耶穌啊，唔使咁緊張啊，神愛到你發燒啊。不用這麼緊張，神愛到你發燒。犯罪又冇問題嘅。犯罪沒有問題。你睇幾多人就係咁信耶穌啊？現在這麼多人信耶穌。我哋中咗好多嘅魔鬼嘅詭計嚇。我們中了很多魔鬼嘅詭計。我再睇埋神點樣體恤我哋嚇。我們再看神怎樣體恤我們。神嘅體恤係乜嘢咧？神嘅體恤是什麼呢？神必定會繼續去作工嚇。神必定會繼續做工。但係我哋要與神嘅計劃要相配合嚇。我們要與神嘅計劃相配合。我哋一定要聽神嘅吩咐。我們一定要聽神嘅吩咐。到約書亞記13章第6節講乜嘢啦？約書亞記13章6節說什麼呢？佢話山地一切嘅居民，從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瑪音，就是所有西頓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趕出他們。你只管照我所吩咐嘅，將這地拈鬮分給以色列人為業。山地的一切居民，從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瑪音，就是所有的西頓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趕出他們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將這地拈鬮分給以色列人為業。如果你了解呢一句內容嘅時候，如果你了解這句內容的時候，因為我哋睇到雖然約書亞已經滅咗31個王啊，我們看到雖然約書亞經歷了31個王，但係仲有其他嘅地方好多嘅王仲未滅噶。但係其他地方很多的王還沒有滅。但係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話，照樣分鬮，即係話拈鬮分俾嗰啲嘅，即係以色列人啊。那神吩咐以色列人說，就照樣拈鬮分給以色列人。即係話抽籤啊，就話你可以去嗰度，你可以去嗰度啊。就抽籤說你可以去那裡，你可以去那裡。然後我哋睇到約書亞之後邊個做帶領去喺其他未得之地做工啊？我們看到約書亞之後，是誰帶領在其他的未得之地做工呢？你知道約書亞之後就到士師記啦嚇。你知道約書亞之後到士師記，冇一個帶頭噶啦，沒有一個帶頭的。但係每個支派應該由嗰個支派嘅族長嗰個負責人嗰個領導人去做啦。但每個支派有這個支派的組長、負責人、領導人去做。因為分咗地之後，佢喺嗰個地方去發展嘅時候，嗰個支派就要管理嗰個地啦。你分了地之後，這個支派他就要去管理這個地。但係好遺憾你睇士師記嘅時候咧，一塌糊塗啊！但很遺憾，你看士師記嘅時候一塌糊塗。咁呢個遲啲再講啦嚇。那這個遲些再說。我哋睇到神對即係約書亞嘅感慨之後咧，我哋進一步咯嚇。我們看到神對約書亞嘅感慨之後，我們再進一步。好啦。約書亞個人有啲咩感悟咧？那好了，約書亞個人有什麼感悟呢？當佢聽到嘅時候最低限度有3方面嚇。當他聽到嘅時候，最低限度有3個方面。或者喺佢嘅過去、現在、將來啦嚇。或者在他的過去、現在、將來。咁我睇睇咯嚇。來看一下。即係話約書亞會為到以往嘅年日感謝嚇。約書亞會為到以往嘅年日感謝。因為過去如果佢40多年跟摩西出戰打仗即係話東征西討嚇。如果他過去40多年跟摩西去出征打仗東征西討，咁已經攞到未得之地嘅時候已經拿到未得之地嘅時候，31個王31個王，但係仲有好多未攞㗎噃但還有很多沒有拿。記住啦，保羅同一個概念保羅有個概念，一齊讀咯喎，一起來讀。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着標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啊，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啊！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嗱，弟兄姊妹留意呢句說話嚇。弟兄姊妹留意這句話。如果約書亞單單回顧31個王被佢打敗嘅時候，唔需要再做啦嚇。如果約書亞單單回顧31個王被他打敗的時候，那他說不用做了，係咪咧？是不是呢？嗱，但係聖經話我哋過去或者你已經咧，哎呀，我而家做到年紀老邁啦嚇。但聖經說我們過去已經做到年紀老邁了。咁而家係咪可以休息啦？那現在是不是可以休息呢？嗱，一般嚟講就話，哎呀，退休啦嘛嚇，退休梗係休息輕鬆啦嚇。那一般來說退休，那退休了就是要休息輕鬆。嗱，弟兄姊妹，我哋基督徒幾時可以休息啊？弟兄姊妹，我們基督徒幾時可以休息呢？希望我哋做到最後一刻啦嚇。那希望我們做到最後一刻。我唔係叫大家咧，真係做到死咁嘅意思嚇。我不是真的叫大家做到死這個意思。但係你個心態啊，我哋基督徒應該冇休息㗎嚇。但我們的心態，我們基督徒應該沒有休息的。即係話，如果你係做消防員啊、做救生員啊嚇，見到好多人會死啊嚇。如果你做消防員、健身員，見到很多人會死，你仲會唔會休息一下咧嚇？你會不會休息一下呢？好多時候喺唔同嘅地方有地震，你知道嗎？地震很多時候在不同的地方有地震，你知道嗎？搶救嘅時段嗰個時間係頭嗰72個小時嚇。那搶救嘅時間是頭72小時。嗰72個小時就拼盡老命喺嗰啲廢墟裏邊揾下有冇仍然有活人生存啦，係咪？那72個小時就拼盡老命在廢墟當中找找有沒有活人生存。何況我哋每日都見到好多人會離開世界，而且好多人將會落地獄。何況我們見到很多人會離開世界，很多人會下地獄。弟兄姊妹，呢個心態放喺我哋裏邊嚇。弟兄姊妹，這個心態放在我們裡面，努力嘅為主作工嚇。努力的為主做工。過去神幫我哋得着呢啲嘅地方，我哋感謝神嚇。過去神幫我們得了這些地方，我們感謝神。好啦，咁而家咧？現在呢？現在仍有機會喎嚇。現在仍有機會。咁我哋要拼命搏盡老命嚇。我們要拼命搏盡老命。保羅教我哋乜嘢啊？保羅教導我們什麼呢？以前我哋睇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嘅即係查經嘅時候啊。以前我們看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查經嘅時候，無論係前書或者後書啊，保羅兩次提到佢點樣侍奉啦。無論是前書後書，保羅兩次提到他怎樣侍奉。喺前書2章9節，佢話：弟兄們，你們紀念我們點樣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前書說2章9節說：弟兄們，你們紀念我們的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傳神嘅福音給你們，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啊！傳神的福音給你們，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保羅係織帳棚自食其力嘅，努力又工作又傳福音啊！保羅是織帳棚自食其力，努力工作傳福音，辛苦勞碌，晝夜做工。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到後書第3章第8節啦。到後書第3章8節呢？佢話我未曾白吃人嘅飯啊！他說也未曾白吃人的飯，倒是咧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啊！倒是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所以講2次，佢講嘅時候唔係空口講白話噶。所以他說了2次，他說的時候不是空口說白話。正如頭先我講吓，約書亞神話俾佢聽年紀老邁嘅時候吓。那正如之前我說的，約書亞神告訴他說年紀老邁的時候，當時大概佢係85歲到90歲之間啦。那他當時大概85到90歲之間。但係佢係110歲先死喎。那他是110歲才死。如果你睇約書亞記咧，到佢23、24章再提到佢年紀老邁噶吓。那你看到約書亞記23、24章再提到他年紀老邁。嗰陣時真係年紀老邁啦吓。那真的是年紀老邁。神好快將佢接走噶啦吓。神就很快將他接走。所以咧佢仲有20多年嘅時間為主作工吓。所以他還有20多年時間為主做工。弟兄姊妹記住吓。弟兄姊妹記住，你今日能夠為主作工，喺日後天家，神喺永恆當中會回報你嘅。你今天為主做工，在日後天家，神在永恆當中會回報你。記住吓，
記住，你今日為主擺上嚇，你今日為主擺上，你去幫助一個有需要嘅人，你去幫助一個有需要嘅人，或者用電話去安慰，或者用金錢嘅付出嚇。或者用電話安慰金錢嘅付出。嗱，你要喺別人身上為主嘅緣故去做好事咧，你在別人身上為主嘅緣故做好事，天父一定會紀念同埋回報你噶。天父一定會紀念回報你。如果你知道天堂嘅榮耀同埋嗰個獎賞係咁寶貴嘅時候嚇，如果你知道天堂榮耀獎賞是這麼寶貴嘅時候，係我哋眼睛未曾見過，耳朵未曾聽過，我哋嘅心都未曾想到噶。我們的眼睛未曾見過，耳朵未曾聽過，心都未曾想到的。你就明白保羅點解會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啦。就明白保羅為什麼會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再進一步嚇，再進一步，約書亞知道啊，即係時日無多咧，有更多嘅勉勵嚇。約書亞知道時日無多，有更多嘅勉勵。點樣更多嘅勉勵啦？怎樣更多嘅勉勵呢？又聽阿保羅講咯噃嚇。又聽保羅講。佢話弟兄們，我還有話說啦。他說弟兄們，我還有話說。我們靠着主耶穌，求你們，勸你們，你們既然受了我們的教訓。我們靠着主耶穌，求你們，勸你們，你們既然受了我的教訓。保羅話求帖撒羅尼迦嘅教會弟兄姊妹，求下你們，勸誡你們嚇。我說求帖撒羅尼迦教會弟兄姊妹，求你們，勸誡你們。既然受咗我哋嘅教訓，就知道該怎樣行可以討神喜悅啦。既然受了我們的教訓，就知道該怎樣行可以討神的喜悅。就要照你們現在所行嘅更加勉勵。就要照你們現在所行的更加勉勵。我哋睇到勉勵可以一次兩次嚇。我們看到勉勵可以一次兩次，但可以多次不斷嘅去勉勵嚇。但可以多次不斷的去勉勵。更加討神喜悅嚇。更加討神喜悅。聽得明嗎？聽得明白嗎？好啦，我願意花多啲時間睇第三方面嚇。我願意花多一些時間看第三方面。第三方面咧係對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講嘅嚇。第三方面是對我們每個弟兄姊妹說的。最少有5點嚇。最少有5點。請同工同我撳一撳下下一個嘅 PowerPoint 嚇。當神對約書亞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嚇。當神對約書亞說這句話的時候，你年紀老邁仍然有好多未得之地嘅時候啊。你年紀老邁仍然有很多未得之地的時候。可以話你信咗主好長嘅時間。可以說你信咗主很長嘅時間。亦都可以話你年紀已經好年長嚇。你可以說你的年齡已經很年長了。或者你可以話你已經為主做咗好多工作嚇。或者你已經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係第一係乜嘢啦？是什麼呢？靈界地業仲有許多未得之地啊！靈界地還有很多的未得之地。你對聖經了解有幾多咧嚇？你對聖經了解多少呢？點解話靈界地業上有許多未得之地咧？為什麼說靈界地業上有很多未得之地呢？如果頭先弟兄話，哎呀，信咗主好耐，連約翰福音3章16節都唔識背嚇。那剛才弟兄說信了很久，結果連約翰福音的3章16節都不懂得背。咁你如果冇神嘅話語，你點樣過你嘅基督徒生活咧？那如果沒有神的話，你怎樣過你基督徒的生活呢？舉個例子啊嚇。舉個例子。希伯來書第6章第1、第2兩節啦。希伯來書6章第1、第2兩節。佢話：所以你們要離開基督道理嘅開端竭力進到完全嘅地步啊！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嚇。不必再立根基。呢啲根基咧，一方面就係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哋立啦嚇。這些根基方面，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立了。或者後邊有6件嘅事情，呢啲都係聖經嘅根基喎。或者後面有6件事都是聖經嘅根基。有幾多樣咧嚇？有多少樣呢？就如懊悔死行嚇。就如懊悔死行。信靠神嚇。信靠神。各樣嘅洗禮。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嘅各等教訓嚇。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呢6方面嘅基本真理，你係咪全部識晒啊？這些6方面的基本真理，你是不是全部都認識呢？咩叫做懊悔死行啊？弟兄姊妹，什麼叫懊悔死行呢？弟兄姊妹，你對自己犯罪作惡有冇懊悔過啊？你對自己犯罪作惡有沒有懊悔過呢？點樣叫做信靠神啊？
什麼樣叫信靠神呢？頭先我話信有5個特色噶嘛嚇，之前我說信5個特色，你應用咗5個特色未啊？你應用了5個特色沒有呢？乜嘢係洗禮啊？什麼是洗禮呢？點解有嬰兒受洗，有成人受洗啊？為什麼嬰兒受洗，有成人受洗呢？咩按手之禮啊？什麼按手之禮呢？咩叫按立傳道、按立牧師啊？什麼叫按立傳道、按立牧師呢？死人復活係點樣㗎？死人復活是怎樣呢？你離開世界會點樣離開世界啊？你離開世界會怎樣離開世界呢？咩叫永遠審判啊？什麼叫永遠審判呢？你話我全部識晒啦咁嚇？你說我全部都認識了，咁呢個只不過係基督道理嘅開端而已啊！那這個只不過是基督道理的開端而已。聽得明嗎，弟兄姊妹？聽得明白嗎，弟兄姊妹？靈界地業仲有好多未得之地啊！靈界地還有很多的未得之地。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嚇。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你花幾多時間去了解聖經啦？你花多少時間去了解聖經？除咗66卷書之外，聖經有1189章，有31173節嘅內容啊。除了66卷書之外，聖經有1189章，有31173節的內容。弟兄姊妹，你對聖經了解有幾多啊？弟兄姊妹，你對聖經了解多少呢？譬如話，你可以背嘅聖經有幾多句啊？比如說，你可以背的聖經有多少句呢？評估一下啦。評估一下。或者一陣間即係聚會完之後，你安靜坐低落嚟啊，你嘅腦入邊有幾多句聖經可以寫到出嚟啦？或者聚會結束之後，你安靜下來，你看看你腦中的記的聖經有多少句呢？除咗約翰福音第3章第16節之外，除了約翰福音3章16節之外，仲有其他嘅聖經，你記得幾多句啊？還有其他聖經，你記得多少句呢？再進一步再進一步 B 咯聖經真理上有許多未得之地啊！聖經真理上有很多未得之地。保羅提醒提摩太保羅提醒提摩太，請阿 Jasper 同我讀一讀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引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好，呢3節嘅聖經俾我哋有咩真理咧？這3節聖經給我們有什麼真理呢？保羅教導提摩太保羅教導提摩太，從小明白聖經。從小明白聖經。呢個聖經咧，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嘅智慧這聖經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弟兄姊妹，聖經嘅理解有幾多弟兄姊妹，聖經的了解多少呢？你知唔知聖經俾我哋有幾大福氣咧？你知不知道聖經給我們多少的福氣呢？我講一句嘅聖經你就發啦我講一句的聖經你就發了。如果你仲記得咧即係埃及第一間嘅石油公司係叫做標準石油公司如果你還記得埃及的第一間石油公司叫做標準石油公司即係話 Standard Oil Company 呢間嘅標準石油公司點解會去到埃及第一間開發呢個嘅煉油廠呢？那這個 Standard Oil Company 這家第一間的石油公司為什麼會去到埃及去開發這個石油呢？就係話當時有一個嘅公司嘅董事佢讀聖經讀到出埃及記第2章第3節當時有個公司董事，他讀聖經讀到出埃及記的2章3節。邊個可以揾到聖經2章第3節？你開咗咩讀一讀啦所以可以找到聖經的2章3節，你打開來讀一下。哇！書中自有黃金屋睇下點樣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黃金屋，來看看怎樣有黃金屋。呢個董事有一日嘅靈修讀到出埃及記2章第3節講乜嘢㗎？這個董事有天靈修，他讀出埃及記2章3節，讀到什麼呢？佢點樣可以發他怎樣可以發呢？邊個揾得到？請你讀一讀好唔好誰找到的？請你讀一下。出埃及記第2章第3節，後來不能再藏，就取了一個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將孩子放在裏頭，把箱子擱在河邊嘅蘆荻中。好，呢句說話咧，呢個董事睇到哎呀，摩西放喺個蒲草箱裏邊游咗乜嘢那這個董事看到這節聖經，他說：摩西放在蒲草箱裏，外面抹了什麼呢？佢話石漆同埋石油石漆和石油。哇！呢個董事於是靈機一觸，
摩西時代喺尼羅河旁邊咧都有石漆石油啊。那這個董事靈機動說，摩西時代在尼羅河邊有石漆石油。佢知道咧嗰啲嘅石油喺某個地方唔會冇咗㗎嚇。他知道石油在某個地方是不會消失的。於是佢就馬上派佢公司嘅地質探，即係偵探員咧，就去到埃及嘅尼羅河嘅附近啦。於是他派他公司的地質探員就去到埃及的尼羅河附近。於是，一偵探之後就發覺，哇！原來嗰啲石油源源不絕啦。那一偵探之後就發覺那裡的石油是源源不絕的。於是就發啦，係咪啊？於是就發了。嗱，弟兄姊妹一句就你發啦喎嚇。弟兄姊妹一句就讓你發了。嗱，仲有好多句啊。還有很多句。仲有31,172句啊。還有31,172句。仲有好多好多令我哋靈魂體都發㗎。還有很多很多令到我們靈魂體都發的。嗱，但係如果我哋唔讀聖經咧，就好慘、好苦、好窮㗎。但如果我們不讀聖經的話，就很慘、很慘、很窮、很苦。嗱，但係最重要就係聖經俾我哋有得救嘅智慧。但最重要是聖經給我們有得救的智慧。再進一步，最尾咧就話叫我哋行各樣的善事嚇。再進一步，最後叫我們行各樣的善事。咩叫各樣啊？什麼叫各樣呢？各樣即係所有啊。各樣是所有。即係話每一樣嚇。是每一樣。Every 啊，每一樣即係所有嚇。每一樣所有的。但係今日同大家講要做好事咧，好多人都話：唉，我哋唔係靠行為稱義㗎。那今天和大家說要做好事，那很多人說：唉，我們不是靠行為稱義的。講多一句啦嚇。那再多說一句。我唔知你識唔識背哦，以弗所書2章8到9節喎。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背以弗所書的2章8到9節。嗱，我初信嗰陣時候咧，啲導師啊、主日學老師就叫我背㗎啦嚇。我初信嘅時候就主日學老師就叫我背。但係當我每年讀3次嘅新約嘅時候嚇，但是當我每年讀3次的新約嘅時候，我讀到以弗所書2章8到9節之後，我讀埋第10節喎。我讀了以弗所書的2章8到9節之後，我還讀了第10節。嗱，邊個揾到2章8到9節㗎？誰找到2章8到9節呢？以弗所書2章8到9節嚇。以弗所書的2章8到9節。揾到就請你讀一讀好唔好啊？找到請你讀一下好嗎？唔好客氣啊！嗱，趕快啊嚇，時間唔多。不要客氣，趕快，時間不多了。Sylvia 冇揾到啊 ，Sylvia。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哇！以前我讀呢2節讀到咧，哇！我都背咗好多次嚇，深深喺我嘅印象裏邊嚇。那以前我讀這2節都讀了很多次，深深的在我印象當中。哇！佢話唔係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嚇。他說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所以信咗主之後咧，好行為都唔使點樣做，免得自誇嚇。所以信了主之後，好行為都不需要怎麼做，免得自誇。我就停喺嗰度咯噃嚇。我就停在那了。但係當我真係有系統地每日讀2章嘅新約，咁咧就1年啦，就讀3次喺我個人嘅靈修嘅裏邊嚇。當我有系統的每天讀2章的新約，那1年就3次的在我靈修當中。因為新約只係得260章130日就可以讀晒全本嘅新約嚇。因為新約只有260章，130天就讀了全部的新約。所以當我每次讀到以弗所書第2章到第10節嘅時候嚇。所以我每次讀以弗所書的第2章到第10節的時候，佢話：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嚇。他說：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即係話我哋得救之後，係神喺基督耶穌裏邊造成我哋呢個新人啊。就是我們得救之後，神在基督耶穌裏造成我們這個新人。咁跟住做乜嘢啊？那跟着做什麼呢？為要叫我們行善啊！為要叫我們行善，睇得到嗎？看到了嗎？呢個行善係現在式嘅 present tense 啊。這個行善是現在式的 present tense。即係話日日時時刻刻都要去行善噶。就這日日時時刻刻都要去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哋去行噶。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呢個係日日都要行啊。這個是日日都要行的。神要嗰啲得救嘅人、新造嘅人去行善啊。神要那些得救的人、新造的人行善。所以我今日提醒弟兄姊妹做好事，好多人就話
得救係本乎恩，也因着信，唔係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啊。所以我今天提醒很多弟兄姊妹做好事呢，他們就說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啊，就用呢句說話嚟講咯噃吓。就用這句話來講。所以我睇下，我問你有冇睇埋第10節啊？啊，某某弟兄或者姊妹吓。我問你有冇看第10節的某某的弟兄或者姊妹？我哋完成他的工作喺基督耶穌裏邊造成嘅。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哋行善吓。為要叫我們行善。就係神所預備，神預備叫我哋基督徒去行嘅。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基督徒行的。嗱，所以有好多未得之地啊，弟兄姊妹。所以有很多的未得之地，弟兄姊妹。講唔晒咁多吓。講不了這麼多。再進一步，第3方面吓。再進一步，第3方面。天國地業上有許多未得之地啊。天國地業上有很多的未得之地。嗱，如果你仲記得咧吓 Robert Morrison 啊，喺1818年咧就嚟到我哋中國傳福音吓。如果你還記得 Robert Morrison 在1818年來到中國傳福音。嗱，咁咧就去到澳門啊，去到國內啊等等唔同嘅地方啦。去到澳門，去到國內不同的地方。咁啊超過200年啦噃吓。超過200年。哎呀，你話而家中國有幾多千萬嘅基督徒咧？咁吓。那你說中國現在多少千萬的基督徒呢？哇，真係唔少喎吓。真的不少。有啲話幾千萬啊，有啲話即係8000、9000萬咁話啦吓。那你說有幾千萬，有8000萬、9000萬，但有幾多人未信啊？弟兄姊妹。那有多少人未信呢？啊，仲有13、14億嘅人未信喎。還有13、14億的人未信。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同你分享下。我和你分享。我哋嘅未得之地啊，有幾多咧吓？我們的未得之地有多少呢？有一次咧，我哋有一個嘅栽培訓練，有200幾人參加做報道吓。有一次我們的栽培訓練有200多人參加佈道。嗱，坐喺教會裏邊坐滿200幾人去傳福音吓。在教會當中坐滿200多個人傳福音。個個都穿一個嘅同樣嘅 T 恤吓。個個都穿一個同樣的 T 恤。咁咧就哇，200多人好似聲勢好大喎吓。那200多人好像聲勢很大。佢話我哋有1個鐘頭咧出去我哋嗰個嘅法拉盛去傳福音吓。我們有1個小時去到法拉盛傳福音。咁啊200多個弟兄姊妹一出去呢個嘅即係外邊嘅街道嘅時候咧，那200多個人去到外面的街上嘅時候呢，一分散咗之後，哎呀，去咗邊咧咁吓？那一分散嘅時候，說去哪裡了呢？嗰200多人就唔知啦，即係喺個人海當中就好似消失一樣吓。那200多個人在人海當中，好像就消失了一樣。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或許我哋已經為主做咗好多吓，或許我們已經為主做了很多，但係仲有好多未得之地嘅。但還有很多的未得之地。嗱，我唔知有冇時間一陣間同你分享一下我自己嗰個嘅購堂建堂嘅工作一啲嘅感受吓。我不知道有冇時間和你分享我自己的購堂建堂的工作感受。分享少少啦吓。那分享一些。嗱，我哋教會已經28年踏入29年吓。我們教會已經28年踏入19年。咁咧就神賜咗俾我哋一個嘅大樓啦吓，即係連埋 basement 有4層啦吓。那神賜給我們一個大樓，加上 basement 有4層。咁咧就4層吓。4層。但係個總面積大概6000尺啫吓。那總面積大概6000尺。咁啊6000尺係多係少咧嗬？那6000尺是多還是少呢？咁你睇點樣計啦吓？那看怎麼算。弟兄姊妹，我哋喺神面前去祈禱嘅時候吓，我們在神面前禱告嘅時候，實在唔夠地方吓，實在不夠地方。咁咧神為我哋預備而家有一個嘅地方2萬尺啦吓，2萬多尺啊。那現在神為我們預備一個地方有2萬多尺，咁啊大好多咯，係咪啊？那大了很多是嗎？咁但係比起整個嘅社區、整個嘅城市有幾大咧？那比起整個社區、整個的城市有多大呢？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嗰2萬多尺嘅地方啊，3、4層樓咁高吓，有幾大咧？咁你說2萬多尺這種地方，3、4層樓有多高多大呢？嗱，弟兄姊妹，未得之地仲有好多啊！那未得之地還有很多，未得之民仲有好多啊！未得之民還有很多。嗱，所以我哋要繼續去努力啊！所以我們要繼續的努力。所以神俾我嘅異象，我初信嗰陣時候係點咧？所以神給我們的異象，我初信之後是怎樣呢？嗱，有一本叫做即係宋尚節嗰個嘅靈力集光嘅書，呢本書吓。那有一本宋尚節嘅靈命極光嘅這本書。咁咧就話後來係失而復得嘅日記吓。
後來是失而復得日記，係佢個女咧係宋天權傳道咧係再整理翻佢爸爸即係宋尚節博士嘅記錄啊。是他女兒宋天權傳道在整理他爸爸宋尚節博士的一些的記錄。嗱，咁其中一樣咧就係我睇到佢裏邊嘅一張嘅天國支票啊。那其中讓我看到他其中裡面一張的天國支票。我初信嘅時候睇到之後非常感動啊！我初信嘅時候看到之後非常的感動，我就喺神面前祈禱，我在神面前禱告，我照樣咁祈禱嚇，我照樣這樣禱告，求神賜俾我嘅人生侍奉最少帶10萬人歸主。啊，求神賜給我人生的侍奉至少帶10萬人歸主。10萬人嚇，10萬人。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一個人點樣做咁多嘢咧嚇？一個人怎麼做這麼多事呢？嗱，我盼望透過傳道、透過報導、透過教導、透過呢一個嘅輔導等等嚇。我希望透過傳道、透過佈道、透過教導同埋輔導嚇，和輔導等等，然後幫助每一個弟兄姊妹嚇，然後幫助每個弟兄姊妹，讓每一個被幫助弟兄姊妹都能夠可以同我一同嘅配合配搭嚇，讓每個幫助弟兄姊妹都可以和我一同的配合配搭，向住呢個目標邁進啦。向着這個目標來邁進。10萬個多唔多啊？10萬個多不多呢？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呢個世界仲有83億以上嘅人啊，大部分都未得救啊。這世界還有83億以上的人還沒有得救。嗱，努力去做啦嚇，努力做。再進一步嚇，喺進一步馬太福音9章35到36節嚇。馬太福音9章35到36節。主耶穌走遍各城各鄉。主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嘅福音啊！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嘅病症，又醫治各樣的病症。啊，病與症係唔同嘅兩件事嚟㗎嚇。病與症是不同的兩件事。然後佢看見許多人就憐憫他們啊！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嗱，你唔知許多人係點樣去睇法嚇？你不知道許多人是怎樣的看法？如果佢哋唔信耶穌，就肯定會滅亡落地獄㗎。如果他們不信耶穌，就肯定會滅亡下地獄。主耶穌唔想佢哋落地獄嚇。主耶穌不想他們下地獄。所以咧，未落地獄之前喺個世界咧，就係困苦流離，好似羊沒有牧人一般啊！那所以在這個地上就是困苦流離，好像羊沒有牧人一般。嗱，弟兄姊妹，你行出街，好多人仲未信主啊！弟兄姊妹，你走到街上，很多人還沒信主。準備多啲福音單張啦嚇。準備多一些的福音單張。我寫咗其中一張咧，就係話，即係聖誕節最寶貴嘅禮物喎嚇。我寫了其中一張聖誕節最寶貴的禮物。好多人都中意咧，就係話願你平安嘅嚇。很多人都喜歡願你平安。嗱，有唔同嘅福音單張嚇。有不同的福音單張。你準備喺你嘅手袋或者口袋啊？你準備在你的手袋或者口袋裡。嗱，女嘅有手袋，男嘅有口袋嚇。女的有手袋，男的有口袋。啊，準備呢啲福音工具啊，發俾嗰啲未信嘅人啦。準備這些福音工具發給那些未信嘅人。嗱，第4方面，我同你講下個人嘅未得之地係乜嘢嚇。第4方面，我和你說一下個人的未得之地是什麼。我哋內心係咪仲有好多嘅隱惡罪孽，還未完全丟棄，仍然藕斷絲連呢？我們內心是不是有很多的隱惡罪孽，還沒完全丟棄，仍然藕斷絲連呢？嗱，弟兄姊妹，你話信耶穌罪被赦免嚇？弟兄姊妹，你說信耶穌罪被赦免？我哋嘅罪係咪真係完全勝過啊？我們的罪是不是完全勝過呢？還是你仲留低一啲嘅罪暗中仍然繼續犯㗎？還是你仍然留下一些罪暗中仍然犯呢？你係咪聽魔鬼嘅迷惑就話，唉，冇所謂啊，啲少少嘅罪啊？你是不是聽魔鬼說啊，無所謂這些一點點的罪？嗱，有啲乜嘢係一點點嘅罪唔緊要咧嚇？有些什麼是一點點的罪沒關係呢？嗱，弟兄姊妹，如果我同你分享聖經提及罪惡超過130多種嚇，弟兄姊妹，我和你分享聖經，這罪惡超過130多種。咁有邊兩三種係冇乜所謂嘅咧？嗬？有哪兩三種是無所謂的呢？譬如話10戒，你話我處理咗9戒啦，留翻邊戒你唔使戒啦？你說10戒我處理咗9戒了，有哪一戒你不需要戒呢？聽唔聽得明啊？聽不聽得明白呢？但好多人連10戒邊10戒都唔知嘅喎嚇。很多人連10戒是哪10戒都不知道。你話我已經處理9戒啦嚇？你說我已經處理9戒了，留翻1戒唔守啊？留了1戒不守，可唔可以啊？可不可以呢？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我同你睇下下邊嗰幾節嘅經文嚇，我和你看看下面幾節經文。我哋內心裏邊嘅隱惡罪孽嚇，我們內心裡面的隱惡罪孽叫做情慾嚇。叫做情慾。我哋喺呢個肉體嘅裏邊，呢啲情慾嘅問題有冇完全解決啦？我們在這肉體當中，這些情慾的事有沒有完全解決呢？嗱，弟兄姊妹，呢度有幾多種罪啊？弟兄姊妹，這裡有多少種罪呢？嚇，奸淫、污穢、邪蕩、奸淫、污穢、邪蕩、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結黨紛爭、異端、嫉妒嚇，有古卷話係兇殺，嫉妒古卷說是兇殺，跟住醉酒、荒宴等類嚇。跟着醉酒、荒宴等類。嗱，呢度提到有幾多種罪啊？弟兄姊妹，這裡提到多少種罪呢？弟兄姊妹，有冇數一數啊？有沒有數一下呢？數咗請你話聲俾我聽啦，數了請你告訴我。因為有啲嘢會聽過我講咧，記得幾多種嘅係咪？有一些聽我說過，記得有多少種？有幾多種啊？有多少種呢？俾個數字我。16種。有冇第二個答案啊？有沒有第二個答案呢？我問即係話呢個17種啊。係啊，17種，邊17種啊？17種，哪17種呢？弟兄姊妹，有幾多種啊？情慾、奸淫、污穢、邪蕩、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兇殺、醉酒、荒宴等等。等類嚇。等類。OK，嗱，如果你翻去聽翻我教會嗰個網站，以前我講加拉太書咧，我講咗17個禮拜解釋17種罪嘅嚇。那如果你聽回我們教會網站以前我講加拉太書，講了17堂道，就講到17種的罪。嗱，呢度列出嚟咧，似乎得16樣嚇。這裡列出來好像只有16樣。但係奸淫係2種罪嚟㗎嚇。但奸淫是2種罪。奸係通奸，淫係淫亂嚇。奸是通奸，淫是淫亂。喺英文好清楚㗎嚇。英文很清楚。但係中文咧就話奸淫以為一樣嘢嚇。那中文奸淫以為是一樣東西。奸係通奸，叫做 adultery 啊，即係話結咗婚之後同異性有性行為啊。那奸是通奸，就是 adultery，就是結了婚之後和其他的異性有性行為。淫咧就係 fornication 淫亂啊。淫是 fornication 淫亂。無論係婚前嘅性行為或婚外情啊。無論是婚前的性行為或者婚外情，都係 fornication 淫亂嚇。都是 fornication 淫亂。我冇時間再解釋嚇。我沒有時間再解釋。呢17樣罪，你話我處理咗16樣，留翻邊樣你唔處理啊？這17樣罪，你說處理了16樣，留下哪樣還沒有處理呢？你話哎呀唔使處理啦，咁我已經好努力處理咗16樣啦嚇。你說呀，不用處理了，我很努力地處理了16樣。咁你留翻一樣，可以上到天堂嗎？那你留下一樣可以上到天堂嗎？保羅點樣講啊？保羅怎麼說呢？佢話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嘅國喎。保羅說：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保羅點解咁囉嗦啊？保羅為什麼這麼囉嗦呢？點解咁長氣啊？為什麼這麼的嘮嘮叨叨就嘮嘮叨叨 ？OK。從前講咗，而家又講啊。從前說了，現在又說。哎呀，好煩啊很煩，係咪啊？是不是呢？呢個關乎天堂同地獄噶，弟兄姊妹。這個關乎天堂和地獄，弟兄姊妹。呢啲內容同邊個講噶？這些內容和誰講呢？唔係同非信徒講啊。不是和非信徒講，係向加拉太教會嘅弟兄姊妹講噶。是向加拉太教會的弟兄姊妹講的。即係話今日同我哋基督徒講噶。就是今天和我們基督徒說的。我哋有冇處理情慾嘅事啦？我們有沒有處理情慾的事呢？呢17樣罪係咪完全處理晒啦？這17樣罪是不是完全處理呢？就算你處理晒之後，係咪以後冇問題啦？就算你處理了，是不是以後就沒問題呢？魔鬼唔會放過人噶吓。魔鬼不會放過人。你今日處理咗，唔代表明日繼續得勝吓。你今天處理了，不代表明天繼續得勝。你要每日靠主得勝吓。你要每天靠主得勝。聽得明嗎？聽得明白嗎？你仲有幾多未得之地啊？你還有多少的未得之地呢？呢啲隱惡罪孽
係咪仍然藕斷絲連啊？這些隱惡罪孽是不是仍然的藕斷絲連呢？色情係屬於乜嘢啊？色情屬於什麼呢？你嘅思想諗啲污穢嘅理念可唔可以啊？你的思想想些污穢的理念可不可以呢？洪水點解要毀滅世界啊？洪水為什麼要毀滅世界呢？因為當時嘅人啊，終日所思所想盡都是惡啊！因為當時的人終日所思所想盡都是惡。諗壞嘢啊，你唔處理嘅時候，始終會行出嚟噶。想壞的事情你不處理的時候，始終會行出來。但係如果你唔讀聖經咧，呢個世界話咧，你喺腦裏邊未做出嚟冇事吓。但如果你不讀聖經，這個世界說啊，你在腦裏面沒做出來，沒事。一個人可唔可以喺心裏邊犯罪啊？一個人可不可以在心裏犯罪呢？聖經講話可以喺心中作惡噶。聖經說可以在心中作惡，心裏邊作惡噶。心裏面作惡，又講唔晒咁多吓。又講不了這麼多。好啦，第五樣嘅未得之地吓。第五樣的未得之地。你睇呢張圖片吓。你看這個圖片。家中嘅親人朋友係咪全部信晒耶穌啊？家中的親人朋友是不是全部信耶穌呢？當呢一個弟兄好興奮咁同家人傳福音嘅時候吓。當這個弟兄很興奮地和家人傳福音的時候，你睇下其他嗰5個人嘅反應，4個人嘅反應啊吓。你看其他4個人的反應，你睇到唔同嘅表情喎，係咪啊？你看到不同的表情是嗎？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向家人傳福音容唔容易啊？向家人傳福音容不容易呢？真係唔容易嘅吓。真的不容易。你除咗用口講之外，你更要用行為去見證啊！你除了用口講之外，你更要用行為去見證。如果你講完之後，你嘅行為配合唔到咧吓。如果你講完之後，你的行為配合不到呢？你家人都知道你係叫做大隻講吓。你家人都說你是講大話都係得個講字吓。只是說，聽唔聽得明啊？弟兄姊妹，聽不聽得明白呢？弟兄姊妹。但係如果你講完又行咧，你嘅家人會咧看在眼裏就放在心中。如果你又講又行的話，你的家人會看在眼裏放在心中。然後你又努力竭力為佢哋禱告啦。然後你努力竭力地為他們禱告。總有一日佢哋會歸主嘅。總有一天他們會歸主。但係仲有好多未得之地啊。那還有很多的未得之地。睇下馬太福音第10章35到37節啦。看馬太福音10章35到37節。佢話：因為我來係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吓。因為我來是要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3次提到生疏喎吓。3次提到生疏。你話呢啲家人關係唔係越嚟越緊密嘅咩？你說這些家人的關係不是越來越緊密嗎？唔係嘅，不是。除非你唔信耶穌就可以緊密吓。除非你不信耶穌就可以緊密。一信耶穌就係涇渭分明啊，好清楚，信與唔信咧就睇得好清楚嘅吓。信耶穌是涇渭分明，很清楚的，信與不信。弟兄姊妹，我哋睇到有啲回教徒信耶穌嘅時候啊，我們看到有些回教徒信耶穌的時候，所有佢嘅家人嗰啲回教徒唔信耶穌嗰啲咧，就攻擊逼迫佢吓。所以他的家人回教徒不信耶穌的那些就攻擊逼迫他。講唔晒咁多吓。講不了這麼多。人嘅仇敵就係自己家裏的人咯。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咁你係咪唔理屋企人呢？那你是不是不理家裏人呢？又唔可以吓。也不是。你唔可以割斷呢啲嘅，即係父母子女、配偶兒女嗰個關係啊。你不可以割斷這些父母子女、配偶兒女的關係。呢啲關係仍然喺度嘅時候，聖經話人嘅仇敵係自己家裏的人咯。這些關係仍然在的時候，聖經說人的仇敵是自己的家裏人。你就更加倍嘅努力為家人得救禱告吓。你更加加倍的努力為到家人的得救禱告。講唔晒吓。講不了。第37節，愛父母過於愛我嘅，不配作我的門徒啊。第37節，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做我的門徒。跟住下一句，愛兒女過於愛我嘅，又不配作我的門徒啊。跟着下一個，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做我的門徒。有時間唔夠吓。有時間不夠。我哋睇結論吓。我們看結論。我哋要馬上有行動，唔好再拖延吓。我們要馬上有行動，不要再拖延。點樣唔好拖延啊？怎麼樣不要拖延呢？約書亞記18章第3節點講呢？約書亞記18章3節怎麼說呢？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給你們的地啊，
你們當然不去得，要到幾時呢？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給你們的地，你們當然不去的，要到幾時呢？頭先我所提及嘅呢啲未得之地之前我所提及的這些未得之地，唔好因咗你而家已經已得之地而沾沾自喜啊！不要因為你現在的已得之地而沾沾自喜。當然你過去為主努力呢個係功不可沒嘅。當然你過去為主努力，這個是功不可沒的。但係聖經話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啊嘛。但聖經說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所以咧，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個今日你善用你把握每個今天你善用你把握用盡你嘅時間喺神嘅事工當中，用盡你嘅時間在神嘅事工當中，神會回報你神會回報你。好啦，咁祝大家新年蒙福，侍奉得力喎。祝大家新年蒙福，侍奉得力。咁下一章下一章咁咧就即係下次見面應該係2026年咯下次見面是2026年啦。咁咧就我哋低頭為大家做一個祝福禱告我們低頭為到大家做個祝福禱告。好，我哋一齊祈禱我們一起禱告。創造宇宙萬有嘅真神，我哋感謝讚美你。創造宇宙萬有嘅真神，我們感謝讚美你。我哋再一次為到呢個雙人團契呢個嘅平台向你獻上禱告。我們再次為到這個三人團契這個平台向你獻上禱告，讓每一個參加嘅弟兄姊妹都能夠蒙恩得福。讓每個參加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蒙恩得福。因為我哋知道你從歲首到年終，我哋嘅路徑都滴下脂油。因為我們知道你從歲首到年終，我們的路徑都滴下脂油。我哋亦都深信，我哋日後所蒙嘅恩典福分會比先前更多更大。我們都相信，我們日後所蒙的恩典福分會比先前更多更大。但係當我哋蒙恩得福之後，必須要與其他人分享福音。但當我們蒙恩得福之後，必須與其他人分享福音，讓所有嘅人都能夠與我哋同得福音嘅好處。讓所有人能和我們同得福音的好處。你賜福你嘅兒女百姓。你賜福你的兒女百姓。無論我哋而家係晚上或者係早上，無論我們現在在晚上或者早上，無論我哋將要休息或者係開始崇拜，無論我們將要休息或者開始崇拜，你都個別嘅與我哋同在，你都個別的與我們同在，讓我哋所作嘅一切每一件事都係神人共悅嘅。那我們所做的一切每一件事都是神人共悅的，喺永恆當中被你紀念，在永恆當中被你紀念，保守你嘅兒女百姓身心靈平安康泰，保守你的兒女百姓身心靈平安康泰，每日穿起軍裝勝過那惡者，每日穿起軍裝勝過那惡者，而差派你大能嘅勇士喺我哋前後左右上下四方保護看顧。你差派你大能的勇士在我們前後左右上下四方保守看顧。我哋感謝讚美你，我們感謝讚美你，求你垂聽我哋嘅祝福禱告，請你垂聽我們的祝福禱告，奉靠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奉靠我們救主耶穌基督聖名。Amen。阿門。Amen。